記得有一次咧，當時我仲係讀緊初中，咁咧我就走去當時仲未填海嘅荔枝角大橋嘅橋底嗰度咧，嚟到去釣魚。咁一個唔小心咧，就跌咗落水。咁跌咗落水咁唔緊要啦，我識游水，咁啊諗住爬翻上嚟啦。咁點知咧，當時嗰個橋墩上面咧就鋪滿晒嗰啲爛咗個貝殼。咁一隻手爬上嚟一爬，哇，劏開晒；另外一手爬上嚟一爬，劏開晒。我知道咧，我冇辦法可以救到自己噶啦。咁所以我唯有做咩？我又嗌救命，救命啊！咁好在咧，當時橋墩嘅另外一邊咧就有人亦都喺度釣緊魚，咁佢走埋嚟咧就伸隻手出嚟，咁我又伸隻手上去，咁當時咧我就得救。咁我點解會信耶穌咧？咁因為我就係知道咧，我係冇辦法靠住自己做任何嘢可以恢復翻我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嘅，亦都係咁嘅緣故咧，我需要尋求耶穌基督做我嘅救主，以至到咧佢恢復翻我同上帝之間嘅關係。